在美剧《嘻哈世家》演出同性恋歌手的36岁非裔男星杰西·史莫里特日前遇袭，当局调查后案情却大逆转。芝加哥警方发言人今天表示，警方将再度传唤杰西·史莫里特到案说明。法新社报道，杰西·史莫里特 （Jussie Smollett） 1月29日报警称，他在全美第3大城芝加哥市区行走时，无端遭2名男子殴打。他们不仅以种族歧视和同性恋字眼辱骂他，向他泼漂白剂，还以绳子缠绕他的脖子。然而，案情发展峰回路转。多家媒体报道，这2人被捕后，并未被控任何罪名及获释。他们一再宣称是这名美剧男星付钱给他们，自导自演。警方消息人士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 （CBS Evening News），这对兄弟声称是杰西·史莫里特付钱要他们这么做，缠绕在他脖子上的绳子也是他自己买的。芝加哥警方发言人古利耶米 （Anthony Guglielmi） 透过声明表示，2名嫌犯向警方提供的新讯息改变了调查方向，但当局仍需完成进一步调查。还说已联络杰西·史莫里特的律师，要求再次到案说明。美国广播公司 ABC 美国早安 Good Morning America 节目14日播出杰西·史莫里特受访片段，情绪激动的他说明遇袭细节，并对事件真实性遭质疑表示愤怒。杰西·史莫里特说，攻击者咆哮种族歧视秽语，并使用美国总统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 （Mega） 口号，接着朝他脸部挥拳。他反击后，先前没注意到的另一名男子一脚踢向他。杰西·史莫里特透过律师发表声明回应报道。律师说，身为配合警方调查的仇恨犯罪受害者，杰西·史莫里特对近来报道指犯罪者与他熟识感到愤怒与绝望。如今，杰西·史莫里特又进一步被犯罪者称他自导自演攻击事件的说法所伤。中央社。